我也蛮建议可以，比较好的一个模式是未婚生子，是比较好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但人家有一点误解我们，因为PO网是我们日常生活嘛，怎么会讲我们？你你有状况什么？当然，第一已经找过医生了，那不知道我们也没有心里面没有那个危机意识，因为台湾任何东西都跟政治扯上关系嘛。我就是一个头晕，写在我的网页就跟那个谁以前蔡小杰、蔡允杰不是撞到那个东西掉下来流血嘛，血流满面，先PO网嘛，对呀、对啊，不是被开枪你也要先直播这个是一定的这样会不会像 Sandy 他们要去打，先呼吁他们不要去打？不会啊，还是去打啦，对啊，因为他基本上就是说，应该把关的不是老百姓嘛，对不对？老百姓你给我们什么我们就打什么啦，你合法什么就什么啦，对不对？那我把我的心得跟他分享有什么不对的？对啊。没有，就是要早睡早起会好一点，但我们都晚睡啊，对呀、每个人都有机会。有，我们还好有问啦，但是本来就没事，对呀、我都比他们健康啊，对呀、OK 的，给他们自己去定，对。以后我有呼吁，就是说婚纱通通要穿黑的。这对婚姻的一种尊重啊，对啊，宣誓我的爱情已死啊，对啊，我的生命情感面的到这里做一个终点站呐，对啊，不一样啊，你尊重你的那个，那白色也是很尊重，也 OK 啊，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一种创新嘛，一种不一样的感觉，对生命的一个感受嘛，我也蛮建议可以，比较好的一个模式是未婚生子。是比较好的，对不对？钟乳对不对？你看。所以女儿穿黑婚纱你可以接受？也 OK 啊，要什么都可以啊，对啊。这个就是一种对生命的一种感觉嘛，一个感受不一样嘛。是因为走入爱情的坟墓吗？都有啊，都有。你要去严肃的面对自己的婚姻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连你的孩子都没有办法对他负责，你怎么去对你的婚姻负责？是这个意思，好不好？